你煮我嫁你水饺，等我吃，好好吃啊！记得大师。他等下胃胀气，不要这样。什么鸡？拿皮。要先做嘛。维天人，宝钗姐、玉兰姐，先来吃啦。你要去哪？我帮他往前推了，吓到了哦，来偷吃一个。我有帮忙会记得，对，偷吃跑前面。你要見風色睇副光，你喺度咧試試就下。呢個做錢教嘅。我这辈子别想要走帅的路线。哦，李兄后面。对。非常好吃。预备来，非常好吃。摘茶愛摘，好嘞。哎，冇等你啊！狗有斑，莫比狗耳。哦，我有比醋耳。哎呦，原來咩比過你哦？大家真勁。哎，你講用解釋了？妹，我替你的形象擔心。確實蠻擔心的。挺我哎。不，我是一個拋磚引玉啦。哎，唐公今日來邊啊？哦，嘅高床菜兒。真嘅呀，它唔但唱狗有版嘅形象，還出歌專輯，而且是很多張專輯。太亮神哦！我啷個該片係欣賞，我兩片哦，狗肉版的半種來了。我說，還在香港幹有沒有幹衝狗呢？哎，製作單位硬要我這樣，我也是。對啊，今天你就靠顏值啊！謝謝，講衝這一句話來。對不起。哎，讓我稍微排先。好了，平時美來衝一下，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。不要嗎？對，我們就不要，好不好？好，他很想唱哦。先來分享到今天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可樂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可樂。可樂師傅，你看一下介下，我成為彈藝唱歌嘅盧俊斌盧師傅。大家好。歡迎。先來分享到你鳳翠嘅參賽者，來自新北新店嘅良辰美以及良秋香兩位太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欣賞好。你很欣賞啦。哎，大家好。No，他是歌星。嘿，欣賞夠像。歌星。評價一下，我家下唱嘅歌很。健太了，我剛才已經診斷，還有呢，他是動台上啊，如果上棟梁。哎，老師好會按動台上嘅哦，謝謝。把欠倆嘴未動腰唱哦，記得強榮係來自新北新店嘅表姊妹，記得係鄭玉蘭、劉寶釵。哎呀，大家好，黎生係班長。班長好，好，所以等一下時生應我用長嘅方式來自我介紹。好啦，誒，真見到你鳳翠要先來衝坤啊！好，這種上分呀！哦，誒，一般時候是聽不到的哦。好，那我哋社團啦，細數件。好，好，清唱哈。好。叫雞呀，河邊來細數件，細呀嘛細數件，數件啊跌落該水中心，水呀嘛水中心，乃為相公娘得到，玲珑嘛長女呀，玲珑嘛長女呀，哎呦結深情哦，結深情哦。總是鼓勵。哎，真給氣給馬屁。對呀，我為什麼開場要唱呢？真的是太好聽了，真嘅。什麼嘢？什麼嘢？真嘅都厲害，而且你爸爸媽媽本日都2-3年都懂有才智，像什麼字呢？蘇東橋，韓國行喺裁縫師，係啊，對啊，做啥咩？要幹會懂會打扮，做菜，做馬，喲，肌肉好到俺媽媽係少年啊，跟住傳到媽媽嘅後上台，錯，俺媽媽個上當好，係，阿娘你叫咩本人呀？啊，還唔敢講哦，沒有這麼快哈。藍水 Kimi 美就帶好厲害的，來，這個一定要好好介紹一下三明治。但是為什麼都一家子就會搶台家學三明治呢？係因為國謙愛吃。答對，大家一起吃。哇，還有2種口味哦。對啊。
哦，好清爽哦。我的这个法式懂后是啊。那你就不啊，我这个冻肉水糕。因為進貢都那個做早餐店服務員醫生也可以了，就馬上是不是？他童工啊，不行。那另外一位寶釵姐姐，竹洞你念嗎？嘎到竹洞，嘎豆竹洞，所以她也算北漂啦。就东东做老师，懂都告狀，对，有冇安用念哦？他的兄弟姐妹都是老師哎呀的，对呀，为什么呢？不知道。因為有一個講法真的是水土哦，裡面呢就像那個竹科的水源頭就是來自於竹東水後。哦，魔鬼啊，用念啦。哎，但是现在两组就是怎么样？都那么会唱，该不会？哎，你等一下我搞个遊戲出來讓唱歌又相關。冇搞過哎。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好啦那我先不參賽哦。你拜託不要。好，棄權。馬上為你就來進行你嘅 PK 賽嘍。向前變看啊！第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嘴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夫家人之間嘅團結合作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接下來有一關 PK 賽呢，係我最強嘅一關。哎，尹哥安樣講，是你花最多力氣的。哦，第一關呢，考驗大家我搞一些考驗用辦稿。等下兩組哦，先來剪刀石頭布，決定哪一組先來搞。好啊。那題目哦，為到眼目當個來顯示，主青年到你的主人哦，強下來看。那一個人是負責來講，好不好？那這樣子呢，在3分鐘的地擺圖，回答題目最多、最正確嘅隨時就得得到1分。冇問題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問先，男士先來，好不好？好，殺出一個血氣。冇問題。扎茶愛扎，哦，不是比唱歌嗎？不是，Go，來，請就位，各就各位。寶釵姐姐，我聽眾嗎？喂，可能好可愛哦。完全沒想法。玉蘭姐，你平常那個早餐店也有猜幾個字啊？那客人來的時候幾個字不會吧？4個字，玉米蛋餅。三明治，熟客就來，他只會說熟客，一樣。對，你看熟客啊，對啊，有默契啦。準備好嘛？好嘞，中的工作管天師哦吼，計時搶開始。幾多沙士？什麼是？哦，大概。蒸魚會用到那個一點唄。一點一點。偷雞。咩？演員呢？做調味的。破布。對對對。那不是哈幾梯？梁上司。四掛、向掛。咩，咩水果？起衝咩嘅？衝來不靠將去炒菜會用到。炒菜會用到蔥啊？咩？炒菜會用到。動物的。豬蔥。包都是腳底肚誒。夠用。對。好，下一題。蔥誒。幾多沙士？兩沙士。蔥誒。嗰啲煮湯。布色嘅煮湯誒。煮出來會膠質。浸過。沖成油誒。沖成黑糖。咩？木耳。日本的木米。咩？日本凍豆。我有隻鴨。鰻魚。昆布。鴨翅。海苔。哦，下一題。洗澡嘅一種係。豆腐乾，咩菜脯？鹹菜乾。講這一個字。菜脯菜。第五最後一個。脯。咩？乾。對，乾菜。麥嘅乾，三扎士麥嘅乾，麥嘅什麼？麥嘅色。就海溜魚來洗乾嚟。麥嘅溜魚來。就海裡邊溜魚來。梅菜。在海裡面的。撈起來曬乾的。海參。魚乾。咩？麥嘅魚乾。對，兩個對咯。麥嘅魚乾。前面還有一個字。什麼魚乾？小魚乾。對。哦，下一題。幾多沙士？真的是。昨天洗澡來泡茶蟹。泡茶的，剛剛。紅色嘞。做嘅鹹酸甜。鹹酸。係點咩？紅色咧。紅色咧。係啦。紅色咧，做鹹酸甜嘅。路上咱砸下來洗。懂清啦。好，下一題。幾多沙士？兩沙士。還有。給買梅，鹹菜，下一題，幾多沙士？4沙士，國強好帥，不對，什麼不對？什麼不對？倒扣5分。好了，大概我再跳款他。三山國王啦。仲幾多題呢？5題、6題、幾多題？ 5題。只有5題嗎？手向阿姐來。
你计预算几多天先讲？要有我们差不多2天，6天，要有志气，是的，6天，好好，6天。，风水请就位。观众朋友敲完洞球的民主锤的表现，应该准备好了。没问题。好啊，你们没有问这一位。好，3、2、1，开始了，3、2、1，比赛开始。有大师3到4。 ，OK，然后呢？哎，你当日食的嗰種係当然会写了。好些路狗这么路過嘅，挑夫路過嘛，嘅，咩嘅你當好食的，烤呀有的炒呀有的。做得靠，早早的梦，哎，什么东西啦？然後你叫咩大很中用啊。好，下一題，係兩到4。好，熱天來食嗰種係咪好涼好最火嘅？前奏，唔係2到4。一接一接的，一接一接那個的，發肉多少肉罐的，然後肉發罐的，一控一控的，一接一接的。連哦，嘿，答对，下一题。係一串一串的，2到4串一串，啊你一扎扎，買個東西啦。水果，葡萄，好，下一題還有。呢？幾多大師？豬幾多大師啦？2到4，喊卵炒幹嘛嘅？苦瓜，哎呦，再差2題了。你公園3到4公園出菜嘅公用，主題公園特別你當回事，豬腳，咩你特別回事嘅，其實帶出來浪攀，哎，3到4，3到4，最尾只係點解講嘅？係都鐵盤，好，厲害，下一幾多題。大師？切菜用嘛用嘛用，切菜用嘛，吹到，咩2到4貼我啊，用心嘛。用嘛都貼咗切菜啊正。標，錯，下一題。香煙當好食嘅，如果當好唔係嘅菜包，咩乜㗎？咩嘅按路過嘅，做啲喊什麼？咩，厲害，咩？佢本啲師傅學教嘅當工喺創意質嘅，橄欖，幾多大師？個2到4，然後你九、繼續，不要回頭， 2到4，六、繼續講。這咩大嘅？三、煮火锅的用的，煮火锅的。水餃，七，你煮火鍋加你水饺，生氣呢。憨卵，憨，还有一个是哈卵哦，还有一个今天会害他晚上睡觉一直然後是然後呢？幾多大師？他等下胃胀氣，不要這樣。吉拿棒非常棒。对，哎，吉拿棒，應該吉拿棒，可樂棒，可樂棒。煮火鍋，水餃，七，你煮火鍋加你水餃，生氣呢。水餃太豐富了吧？對啊，蛋餃都好，蝦餃也好，你加水晶餃哦，苗栗人不能吃。但是你們沒有覺得陳妹姐厲害，冷靜，不好意思，而且我也比較冷靜了吧？觀眾朋友自由評斷，好不好？好，現在再來，最尾現在咧公布一下，冷水總共係5天，風水係7天，恭喜風水。哇！那邊在已經慶功了。半熊的。後來安永台下應該有暖身的吧？哈，超暖，血壓有升起來了哈。大概到這裡了，要止血壓藥了。好，然後呢，風水得到一本，唔過三下來休息下來看一下可樂師傅帶來乜嘢好料嘅，我來留睇次嘅分享。主廚素魯菜，今日呢，可樂師傅帶來嘅料理當厲害，因為盲色都節目當中出現過哦。可樂師傅菜名係乜嘅？可可黑白練吉拿，聽起來都唔係出菜啊。對，妹係甜點，但是吉拿應該是油條，對，冇錯，來，西班牙油條啦，現做油條嗎？冇錯。小介下食菜，來，食菜啲都要高筋從低筋跳起來嘅口感冇強款。哦佢哋食嘅時候，冇包有酥酥啲都有彈性，哎呦還有加辣，還有嫩油啦水。然後曾經講到黑白嘛，你係煉乳加可可，哦，就講黑白煉。啊，你蠻好，就開始來做咯。好，啊，你們來用炸，我們就先加水，
大概有吃过吉拿棒吗？有啊，看电影的时间。对啊，看电影一定要点吧。有。奶油直接加水？哎呦，不是隔水？不隔啊，为什么要隔呢？阿弟还有加糖，好酷的做法哦。因为一般人可能做西式会想说，奶油先隔水加热，绕通落去按用吊。做甜点。那个炼乳跟那个可可粉，哎，怎样加落去就好嘞。炼乳吼懂甜，你加可可粉哦，用个甜度中和。应该没有像我们秋香老师这么甜吧？哈哈哈哈哈！那这个让它按冷油番茄去发开就好嘞，低筋鲜嘛。嘿，怎样做的？重点是不要让它有结块。对，早餐店不会做吉拿棒吗？用功夫哎。滚！我要快速的过筛。哦。多落去。所以不是等于滚呢，它就已经滚嘞，那就开始搅嘞。你安唔看无颗粒嘞吼，按同个你后表落去加软嘞。正常吼表皮嫩呐。因为天气有时间呐，然后加紧掉，嘿，它不会发乱，因为变蛋花。全蛋吗？那软会上来呢。系啊。等下阿婆哥啊，用因不用熟嘅软哦。我还有泡过啦。系啊，我冇本事上嘅啦。对。一点一点放下去，因为你会同你冲下紧招牌。班长这样懂老师的意思吗？懂。因为班长还要负责跟学员去介绍。哦，会做啊。哎呦，吉拿棒你会做？蛋糕会做。哇，蛋糕。所以你说老师很甜，我们也很甜呐。当然啦，你全糖呢？对呀。所以基本上係用全卵啊，全蛋去加，唔是買個卵槍，而係蛋酸卵封體。等下系列型都會啲，做乜解不用全蛋，因為你有泡料哈，這個蛋黃在西點裡面，它有一定的蛋黃的香氣，所以說會加全蛋進去。正經中比人較好嚼，就唔會出現結塊一啲。應該講用個打蛋器啊，用好不卡用個天凍誒哈。很潤啊，嘿，較夾。這種博謙很會啊，最近在健身房都有練啊。那是要問一下我們早餐店的。那現在就差不多了。做餅乾的原料係咪差不多沒用麵啊？差不多。哎，差不多也是，但是用烤的。那我們班長都做什麼甜點比較多？餅乾呢？哦。這個手要這樣子哦，然後就刮這樣子。剛做的先做變到變小嗎？做的。可樂師傅，今日要好做哦。哎，今日時沙仙女地陪多，又熱沙係白金酒店大股東。真係假？放樣你來指頭。媽你講，媽你講。放樣你指頭。嘿，這個應該也跟待會隨堂測驗有相關哦。有哦。這個我們會先把它做在底下，如果這樣一隻一隻，我怕它的形狀不好看。好，然後我們就看一下它的長度。這個是什麼紙？這個是烤培紙。那糯米紙啊。糯米紙係做一些的。哦。這個烘焙紙。烘嘢工會有幾會變蟲係嗎？會不會像油條一樣，就會變態？不變皮，不會變態。那吃了人也會變皮吧？不會哦。會。那我吃兩個。跟奶油，全部都奶油。你慢都按你標落去咯，按你慢油卡少一順。烘焙就調下去哦。太油了。那係油哦。油。好特別哦。對，150。因為現在好像我去泰國玩的香蕉船哦。真的嗎？這樣子啊，它就會成型，然後等一下它就會脫模。會脫模。對，它會脫下來。啊，洗完這已經磨落去哦。這兩組不會打架。給磨汗啊，有汗的就不太好。不會不會，因為我們有班長會管控秩序。就。那不是風景吧？好特別哦，用自己 QR 弄一口。提隻擺裙度呢？當醬呢。來。好，來，在破嘅時間就靠你哋家就問題啦哈。過緊、中緊、大緊、麵粉有乜嘅政策 ？A 係卵白質 ，B 係脂肪 ，C 係小麥品種。我選猜拳，爭取答題權。
剪刀石头布。哎呦，哦，线上两嘞，相去用这个好来，相信你的第一直觉。可以啊，这个反正答错的话，你可以让你团进嘛。 A 吗？为什么个甜粉地步又乱拍节呢？淀粉呢？陈妹姐有想法吗？ C 可以吗？小麦。你们决定一个答案。 A 跟 C 会决定3000块哦，要不要再想清楚？把你下好离手，来 A B C， 不停3秒钟，3、2、1，抢回答。好了，哎，好，好哎，最后改答案。蓝队在哪嘞？蓝水啊，现在剩 A 跟 B 跟 C， 只能 C 为什么你想要选 C？ 我其实也觉得是小麦，因为结算配面粉就是小麦做的。你应该精信某中庸吗？來探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乜嘅？答案係 A。你都亂拍啫，哎，有蛋白質哦。哎，那蛋白質的含量啊，要決定佢嘅麵粉的筋性，所以要含量高嘅啊，夠緊啊，筋性好強啊，來做了嘅吐司啊、麵包，中筋的粉啊，適合來做了嘅水餃皮啊、鮑魚啊，好帶緊的麵粉，筋性好帶。 所以來做了芥蘭糕啊，做餅啊，那就好軟的那種麵食類。原來係用嘅哦。不是麵粉底都有亂拍啫。可能冇硬度，但是它比例蛋糕還會有得有正常。有蛋白質。紅隊，用題，你這樣太，是分數太超過，本人不會超過了哈。謝謝你。我剛才講裘小老師你太超過了，是分數。被你媽媽罵。分數，拉嘴唔怕唔怕。 又好多，待会我们一人吃2根，他们没得吃，因为秋香老师太注重健康了。那是板碟走的啦，走的啦。所以够劲绕带劲就系安用嘿，所以你长来挑到强下嘿。哦，因为有个蛋白质的个口感。哦，它底会边是边都金黄色吗？没有。 外面卖的是不是还会撒那个糖粉？对，然后肉桂粉没有。对，可以耶。以前冇形容嘅口味啊。肉桂粉有吗？有没有带？那个我没有带。基本蓝黑鱼吗？买得懂加辣鱼咧，加辣鱼咧。而且基本性的烘焙只跟奶够粉啊。你啊冻你啊，伊未好好处理，因为上次应该你要烤东西啊，吼，烤牛啊，嗰個東西，即係用到咧烤盤啲嚟到沖到咪硬，你啊想用啲烘焙紙啊，你都烤些烤唔係硬，你好好清嘅盤啊。我諗講，我諗醃。 黏，嘴巴合起来吗？黏黏，还有憨卵，你用憨就系动摸憨，就是哈卵咯，是憨卵，嘴巴要闭起来，合成憨卵。啊，講書芒先生，是好嘅。哇，咁我講到做菜機真係先，當然咯，憨卵啦，憨卵是。冇講咯，還有一個是黑卵哦，還有一個蓋黑卵嘅黑卵，今天會害他晚上睡覺一直啊。 你慢慢食吼，慢慢會變色咧。多幾球呢？看油啦，吼，啊啲因為可能有個水有滾咧，啊個落過誒，啲整條個熟咧，哦，係唔是講個冇熟。可是好特別，有一口試時間會揉水，用它融化奶油。對啊，吼，很奇怪。你啊做個泡芙餡，總係係安尼。我怎麼碰黑毛？嘿。 鋪魚咧是代表講差唔多咧哦，而且拿娘不卡給哦，佢本來是鋪魚了呀。對哦，鋪起來，你有看佢變到金黃色啊？哦，誒鋪起來了後，放下是狀態，啊等下你是多嘅，係錯必要，啊記得吼摸包較脆。哦，哇，原來吉拿棒係用做出來哦。啊嘅係較長啦。西式油條哦。對，烤呢，比較少人做啦。哇。 对啊，因为你要顯新的下豆啊。寶釵姐姐還在嗎？她會主動的。主動。看起來當像巧克力醬呢。對呀，哈。看起來當醬。啊，你啊做一個裝飾啦。用雲來啊。哦，等出細細時節嘅糖果有沒有？沒有。要沾那個的。 你美感蠻好的，還大理石紋。現在是要玩那個嗎？對，等一下拿唔出專拍。真的嗎？嘿。什麼雞？啊，哪裡？要先做嘛。回天人。哎，
师傅你们不吃？真的啦，快点啦！宝钗姐、玉兰姐，先来吃啦。姐姐，你先跟我讲哪一边是要留着的，剩下来我们分一分。没有，这个我要留的，这个我要炒菜的。啊，那都没了。等一下炒给你吃。你美感蛮好的，还大理石纹。现在是要玩那个吗？对，等一下拿唔敲专配。真的吗？哎，没有，我不知道。跟绑狗推往英文嘎散。对啊，公曼你先倒下来嘛哈。嘿哦，那我一定是先抽下面。啊，为什么只有一个纹都讲哦？对呀。其他的是自家纹，美感。啊，自家纹。讲一改都好，我们打扫哪这样，按定去了。我懂你。嘿，敲来，今天我做的是可可黑白练吉拿。按钮去后塞喽。100多人节目当中，好多一个吉拿棒嘅做法，大家先来品尝看下，好唔好？莎莎啦，切只用手来接出来，才是对我们师傅的尊崇。最后大家还可以吮指。哇，那个酥脆的声音 ！Oh my god！ 哇，好松哦！这节目也太疗愈了吧！快吃快吃快吃！而且中间没加普兰给我，你不会觉得很油腻？对，不会，很神奇耶！对，真的没有油腻的感觉。很好吃。什么姐？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好好吃啊！对，软香。比cái你台灣啲油條好食，蛋糕咩好食？係啊，一周大師。他等下胃胀氣，不要這樣。我有三雜絲，同阿婆卡中嘅香蕉形容香 Q 甜，但是大家完全一樣，又香又 Q 又甜，真的香 Q 甜，高富帥又甜。就像阿姐老七家种的用料来比较，这是最高级评价。吉拿棒非常棒。对，哎，吉拿棒，应该吉拿棒，可乐棒，可乐棒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口感真的很不一样，让我们买完全没穷掉。对，因为这个完全係用機器啊，要共同走出來嘅，手咱是甲弄出來嘅，對不對？特別，很厲害煙州，對啊。迄可樂師傅凍厲害，然後迄凍段時間，然後甜點做出來，然後迄食譜內容跟分享分台嚟講，一個豆腐卡其實做得要動手來去做迄甜點，已經凍好水。可以撒一點肉桂粉梅做的。好，大家好到嘅好，啊唔過呢要繼續來比賽嘅，頭前呢係2-0。馬上來進行最不迷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兩嘴照定只聽嘅題目，啲限定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家家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點上做咯。最不迷館家家出好菜，今日都帶人來出好菜，用嘅來比呢？哎，我拿出你客家人嘅靈魂出來比。要有旋律嗎？雜草。好，來，請。可以看，風水帶來嘅比呢武器係乜嘅咧？做馬肉，做馬肉，即家做嘅哦，即家做嘅，乜人做嘅？我知啦。我買修女啊，陳妹知道唔會做？我從小做，我是誰也是整係慢慢做。對，係咪大家都學到你做嘅做馬肉清好食？嘿，大家為了過年時節，同你為了去聽啦。是緊就做，是緊哦。哦。大家用一個做馬肉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春菜做馬肉。全菜做馬肉，要客家味道，係啊，輕甜的進行入來咧，冇唔錯，定係哦，做一片。喺啲碟嚟，碟都喺度做筍嚟，啲名嘅山當之間。要講，你喺記得。一片做菜單，一片蔥果哦。哦，好嘛。來，陳妹朝向最不迷館要星星冇？要，加油！好，稍稍來看一下，咱隨一片大家嘅秘密武器係乜嘅咯？菜脯，盲人做嘅啊？愛指甲。班長做的，你怎麼什麼都會呀？你要走動球的哦。十天。
10天10年呢10年，迄味道是假自主哦。啊，你看俺用心，水母一罐哦，我用了脆脯做出来的料理，全面按照嘛改。脆脯炒牛絲，好可爱哦，不给甜豆呢。好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问一下，水母一罐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还有哦，两次都已经准备好些蟹酱水母冰起来，马上来倒算3、2、1，抢开始喽！大家开始。我想讲，水母你冰煮出来哦，你们男人呐，小心，就点点就好嘞。对，等一下谁敢打分数哦？反正没我的事嘛。他们都是可以说当你们妈妈没问题。他们都是有拿着刀子的。现在有4把刀在动。先看2支。太香哦！呀，走马妞已经很熟哎。我站在这边都闻得到该做妈用。这个现在做的什么？还没，这做做妈真是以前大家为了给。俺妈妈狗进去可是肌肉对，对，按豆改性的比赛肌肉对。对，所以你看陈妹姐做做妈用个本手上性上上到给她起个妈妈。没有，你其中啥凶的妈妈？对呀，难怪感情安好。膝盖兄弟啊，马上牙姐，当然牙姐啊，动男呢，动男呢。你有问过？哎，可是陈妹给按到一下妹，以前行年的时候好多妹啊，都是一些。哎，我们这个贵得了哦。哇，哎呀，这真紧条毛加晒嘞！你讲当年我买几多斤啊？我没有，我是应该过年都要做20斤咧，唔大就得個做。我送過年啊呢？係啊，今年啊，睇個阿嫂嘛，佢睇做幾多件啊？9期做咩買件咩做得啊？啊，你夠手向這來做嗎？你做咩上班？係啊，我就是搞蟲糕啊。各有各的專長。係啊。阿妹煮菜姐姐。我7歲就煮飯，本太食緊7歲。哎呀，貼他会走胜利呀。陈默记真劲懂厉害。哎呀，他刚才前面都还不是他的专业。对他想说玩什么狂英勇办公，一样他已经完全的做菜又快乐嘛。对啊，做23號呢，23月不靠牛板豆。江師傅強煙啊，膝蓋用地兩解姊妹啊，啊之前不下開學都賣店啊，師傅是應該啊。俺就做阿嫂呢，阿公阿婆啊，還有阿婆阿公阿婆係啊。好，莫是先不一皮料，等下講看來轉來談一談。好。講到重果吼，哎，咱姊妹因為去年，我們兩位都是夠繞辦的代表。可是怎樣？我們先聊聊老菜館的部分好不好？來吃吃看。這個是菜脯，對，但是這個是一樣，都一樣，都一樣。哦，對。可以吃吃看，那我可以吃這個的嗎？好好吃，可以啊，可以吃。好吃嘞！因為凍餐咧，ăn斜斜凍斜，剛煮好，而且不會鹹，不會，剛剛好，還有一點帶薑哎。怎麼那麼好吃呢？哇，這個配牛肉麵應該很棒哦。這個可以配稀飯。蹦完沒都得。啊，你跟牛做嗎？不用片哦。哦，沒有，俺還沒吃。還忙切菜，還沒吃，還忙切完。啊，你切出來的細節了，我可以請我們導播給你一個特寫嗎？在臉部。為什麼？因為你好 fashion 哦，跟尼貢動都有空哎。真的哦。哦。而且你的睫毛有接紅色睫毛呢。真的？我看。你不要動，因為哎，真的呢。你抓得住我這裡，有嗎？你不要再為難攝影師好不好？很時髦的媽媽呢。你是不是以前年輕當 model？你還有上西走嗎？該？餐廳。你都是做吃的有相關的。對。這麼漂亮，在早餐店。那寶釵姐呢？調白黑粥嘛該？我還是家庭主婦哎。哎呦，都幸福咧啊！啊，今日老公弟你又來比賽嗎？你跳來啊！跳來。這樣就對了，因為安用又秧吼，對，就一直蹦迪袖子會更小。沒安用懂，你要有志氣。等一下，先來落個條幅罐聽聽，安用要到乒乓。對。那等一下還會怎麼改？啊，白豬肉。哦，我看我們那個寶釵姐去遞哦，她是從30歲就開始走串，你是從30歲就開始煮菜，對，很會。冇當會啦，反正只要老配短就第一個做客家炒牛一定懂好食，冇當會啦。我還有帶第二個秘密武器，你太多秘密了。油膏。
挑油糕，七嘎粥呀，七嘎粥，有马粥，牛尾粥，这个可以自己做，可以呀，酱油膏怎么做？面粉。有加就是原来的油膏，对我还有加蒜，它调制，对我自己我以为特制，哈懂，哎呦，那个油麻烦呀，跟人真都时间当中把它酿造出来啦，对，还记得啦，调和油膏啦。那等一下猪肉要抓腌吗？要。我验懂茶饭。啊，你等一下哦，牛拌肉跟菜脯跟你们的菜色都结合哦。是卖关子吗？你知道太多了，不能告诉你。但是观众想知道。那就了。地平豆等下不灭太多秘密的人，这种不能碰。你也碰不到了。又给分了啊！有啊。你老公知道你今天参赛吗？唔知。你们两个偷出来姐妹约会。你们两个今天到底是用什么理由出？那你怎么给老弟讲？哎，我今天有出门的哦。真的去日本玩啊？走谁？逛街最好。然后这样子的话，又可以合理的带。不行，带锅子。不要带锅子，带钱。对，带钱。重点是有化妆哦。对啊。还有飞豆。好了，来。看呀，来做吗？哇！一起炒的哦。好了，这个我可以吃吗？可以。现切好不好？这做的是酱什么？可以呀，可以。我真的不客气。而且秋香姐，你喜欢这样下伯谦，你们要不要吃吃看？一定要的，那么多。我等它切完，我吃大的。超好吃！你要吃那个，等一下那个还会摆盘。怎么进啊？让你听。好 ，OK， 坐的。怎么进？啊，拿听。要听咒嘛？为天人。因为我说真的。定了。真的，你看那个半夜版耳朵嘞。等一下，吗？这个拿去烤肉。哎，对了。哎，师傅你们不吃？真的啦，快点啦！我们评审啊，那个宝钗姐、玉兰姐先来吃啦。宝钗，它会有个酒肉梅呢。怎么有酒桶？哪个订购专线？哪个订购专线可以打下来？好。你等一下，现在。姐姐，你先跟我讲哪一边是要留着的，剩下来我们分一分。没有，这个我要留的，这个我要炒菜的。啊，那都没了。等一下送给你吃。你要去哪？我帮他往前推了，吓到了哈，来多吃一个，我有帮忙最值得。对，偷吃跑到前面，你也去帮一下。这个酒怎么放在这边？是起来。你看金风set 条幅光，俺冇来试试一下。你主持要哎。哦。我这辈子别想要走帅的路线，真的。姐姐，你先跟我讲哪一边是要留着的，剩下来我们分一分。没有，这个我要留的，这个我要炒菜的。啊，那都没了。等一下送给你吃。哎，吃哎，超好吃哎。它会就香香的，就是风 Q 给发酵的那种。它就汤啊肉啊，然后酒。冇啦，做的今天冇会当啦。你知道走马本身就要加酒龙一斤吗？我知道它是要发酵啊。酒来。你要几杯？酒来划拳是吧？那个还是酒。不能把兴趣暴露了。刚才那酒来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哦。这个师傅。等一下，给对面要 Q 他切龙那个要摆盘，等一下，那个要摆盘。是因为这块被我们吃完。没关系，你吃。那一块多切一些的。对啦，我这个要洗的。因为我们导播也在等着，真的。很客家呢。可以，哪天你要订？我真的要订了，怎么记？好，没问题。他想说过年我已经要做30斤了，现在又要加量。哦，每次都做20斤都不够，真的。要做200斤了。还有我教人家做啊，教他自己做啊。陈妹姐量产啦，开工厂啦，好不好？那要中央厨房。好，饭店没有中央厨房。有嘛？饭店吗？有啊。嘅饭店有中央厨房。按太监的冇辦法做米啦。太监長做得起。應付不了他。你要去哪？我帮他往前推了，吓到了哈，来多吃一个，我有帮忙最值得。对，偷吃跑到前面。因为你很喜欢松雅的这些的。民意呢？民意哥，你也去帮一下。这个酒怎么放在这边？等一下，酒不能这样乱放。那块跑到旁边，那一块跑到旁边。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好怪啊？你家？我来出场啊！是起来。
这个配一个麻子。那可以帮我们一个人夹10片吗？可以。可以。啊，这是啊炒姜虾也系。该炒姜虾，这样子不是可以吗？可以雪玲姐，掰啦。雪玲姐，你遇到对手了。不是你炒菜用这个，这个是摆底下的摆盘，你就放上面。我这样听起来，我觉得听美眉就好了。那个菜放这个就摆旁边这样子啊，这叫摆盘啊，这叫装饰啊。哎呀，不要放去炒，被我们这样试试啊。这个最后这个这个没有，不好意思了哦。这个我要打包。好，可以，招待。可以。好，来，我们去蓝队救他一下。冇，咱这里改片没动挑，好，动厉害，来。是不是？姐姐，我跟你说，我们那边真的很好吃哦。但是你们看一下，人家劲风set 条福罐，还没来洗的哈。你主席要哎，我看看。哎，录影现在刚好是放饭时间。我不信。哎呦，会发出客家的声音，预备。好吗？我示范给你看。好吗？我这辈子别想要走帅的路线，真的。你们要试看吗？不，我没有。这个好刷嘴哦！你先跟我讲哪一部分是可以留着我们这边试吃的？它全部都要留着的。芒草怎么应该写出来的呀？不是，我觉得牙齿我改一些盐。它又不呢，才不又憨嘞。对。姐姐很厉害，跟豆腐罐见到安好款嘴木长了表，对，不要破坏它的阴道。对，这个是那位诸位他给它炒牛哦。嘿喏，就是我该用个人饭做菜脯，而且还烤干牛是冻卵。没啦，人家就全部按不会煮出来，忘记要唱歌了哦。对，我们唱一小首加分曲之后，我们就去倒数，好不好？那一边做哦。爱胜过站。成果展啊！我以为刚才开始唱，他有曲对，然后我们有曲失恋歌。长夜来思啊恋，真啊真是恋。大阪的有什么？大阪的有什么？大阪什么？什么都是恋的那爱有的有。歌声配美食，等下好好的去谈一下。好，我们去倒数哦。天草马上来倒三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看那最杯美一罐，那部开掉离开站掉喽。哇，两嘴四个掌声，我真给厉害，本期来个中奖，太厉害了！来，先吃看你讽刺哈。你那一盘也很厉害，这一盘，今天第2盘，你是来吃饱的。真给好好吃哦。你的还是加竹笋呢，加卤竹笋。卤笋。哎呀，个皮猪肉唔会油，它是变得像果冻同样，最主要係講叫黏咪。对呀，你这个会成为台湾之光。谢谢，真嘅冻好吃的，谢谢，超级 Q， 一点都不会柴，又唔会追，色香味俱全。哎，恭喜菜，因为做麻婆就系丰丰的，我的冻都有呛水，这样红红绿绿的非常的好看。姜姜下炒下唔会味啊，鲜味味，唔会俾改。可惜。好，不过食过风吹的以后，稍稍来试看一下真功夫咱吹的，来，好，尤其个豆腐干捞菜脯哦，哦，把它按到香烧，哈哈。这个也懂下酒菜耶，哈。咱知道讲哦，你时沙来饼啊，捞2位主持人哦，很有口福，但伊2沙真紧抓下上脑筋的。真嘅，最主要人嘅秘密武器又厉害。6年都冇咁樣，因為大家上到菜脯啊，所以時行。對。但是你們的很厲害。有人呢好食嗎？葱浪那邊好食。唔會做熱，要不做嘛？佢食到差一點個什麼吞落去了。我檢查很有嗎？有。我再看看。這樣。蛋腸好食，甜甜哦，非常好食。非常好吃。非常好吃。係，要那個壓喉音，非常好食。對。非常好吃。好，來，民主啊，這個看可以打邊講非常好吃啊。好，預備來，非常好吃。好啦，
看过大家的才艺表演之后呢，刚刚的共舞上班哦，嘿，今天运动上班哦。家下挑战哦，因为风水得到系凉粉，咱虽然掠下冇粉，不过结果到底敢会逆转胜呢？稍稍来看哦。来，请师傅风吹抢分分数。哦，是么呀？紧张出击了，稍稍来看一下，咱嘴得到几多分？哇，够分呢，5分。来，阿斌师傅。我了了，网友今日往里来，本来梅头咱路到冻油咧，很耐来煎过，煎过个很有个多一个香味，这样讲哎料理个烟熏的个梅头感觉，哎呦会冻到咧呛出来，加分冻到样。因下面秘密武器咪就冻好，很有斜度，啊甜度啦，是来蛋清是冻好是。迄种用细来处理啊，用料个了会有一点点勾芡的感觉，全部落个调味罐啊，了都融合到胸下，所以要表现出冻好。个关键的2分到底係用辦來談看一下。風推了嘅肉凍好時，又有皮又有清爽，啊，你搭配起來還有一個記憶點，對我來講啊，就分數要講幾高。啊，你片嘅麥凍好時，因為肉來講，其實係嘅。真太多記憶點嘅，所以講小熱款係啱問個凍好事，係安尼。謝謝。整件涼水呢都做到10分嘅斬掉，不過係人家嘅菜脯，也係人哋嘅走馬肉。人哋嘅成績已經出來咧，馬上出來頒獎咯！耶！你們嘅比賽太緊張刺激了，成績已經出來耶！風吹呢得到嘅係8分，藍吹得到5分，先來恭喜風吹第1名哦！3000呢嘅加快機！恭喜恭喜！我參加比賽後最好嘅紀念品就係呢一家自己嘅禮物啦，今日會送出來係亮菊礦石3鍋4件組。哇，全部送俾你了，恭喜！家下呢張開始比賽，家球鄉記住講到啊，也有講洋嘅話，我來請大家食飯錯嘛。哎呀，要不參加新燈用辦了，大家講一下。真歡喜哈，有了個機會哈，來到參加了只活動啊，按到了位哦，我安尼啦，我祝福大家啦。一生平安，順利臨門，3生過招，4季發財，5個豐登，6太順，7世福氣，8方進寶，9長長，10全盛名。哇！節目啊，一家之主啊，長長久久，長長久久。陳梅姐，我啷講聽歌專線還是要留給我們一下。好，要不要參加新的老太太分享一下？啊，真歡喜哦！有安嘅機會吼，安啊，下擺還有自信啊，安就做下好，較好些的菜品的。感謝了，你看。對啊，你看吃我們幾塊豬肉啊。好啦。是哦，陳梅姐，謝謝。恭喜恭喜！好，來看一下吼，今日吼最虛無嘅代表江西妹，好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參加嘅感想咯。開心，真的是學到很多東西，謝謝大家。看得出來哦，扮裝到你啊，很動緊張，但是一回生就會2回熟。那寶釵姐啊，來大家分享一下。今日當歡喜來參加呢個節目哈，雖然是亞軍，但是我也開心呐。好，謝謝大家，謝謝。切家要講鹹白潮，熱天為要鹹白。哦，唔錯。四個姐姐呢，整件表現到10分嘅斬掉，要會唱歌誒，要會點廚藝，係你擺過來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吼來到一家之主，鄉下歡歡樂樂來煮菜，鄉下聽到來唱歌哦。一家之主帶你來到亞特別分享亞布卡嘅店內武器老好料理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